一度其實並唔係話好簡單咁樣去怎用水上人就已經可以概括晒呢個地方嘅文化同裏邊嘅點滴。我哋就想由一個比較小人物，由人嘅生活，用日常生活嘅切入，一個一個小故事構成，係一個更加立體、更加令到觀眾可以想像到一啲唔同價值嘅面向。今次係可以上到船去做呢個體驗，咁係一個比較 immersive 即係沉浸式啲嘅做法，將一啲唔同嘅藝術嘅元素嘅轉化擺喺嘢食裏邊，透過一啲類似 tasting 嘅體驗啦，嚟帶領大家進入一個水上人嘅夢遊世界。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呢啲日常嘅小故事，進一步咁樣去了解到呢一度嘅一啲地方嘅特色啦，或者佢背後嘅一啲價值。如果我哋唔去聆聽，或者我哋唔去將佢變成一啲當代嘅轉化嘅話，其實好容易會失傳，亦都係代表住一個文化其實佢冇辦法承傳到落去。南區嘅變化係好大嘅，我以前生活嘅黃竹坑村今日已經冇咗啦。咁另外其實香港仔啦，去到以至成個南區鴨脷洲嘅一啲變化其實都好多。究竟南區以前好玩嘅係乜嘢呢？可能係喺60、70年代嘅香港，其實當時嘅小朋友佢哋係玩乜嘢㗎？點解佢嘅玩可以咁好玩，同埋點解佢哋可以講到今日都係好回味嘅呢？咁我希望咧可以將大家講咗俾我哋聽嘅玩法變成一個我們的愉快玩具籃，咁等大家咧就可以喺一個售賣機嗰度買到呢一份公仔紙翻去玩。咁啊，另外咧亦都希望可以有一啲可以俾大家借嘅一啲玩嘅遊戲，等大家可以唔係淨係去睇中間嘅故事，去睇個作品，而係反而可以有一個機會同一齊嚟嘅朋友一齊去玩。今次個作品希望可以融入喺南區嘅居民嘅生活入邊，將玩呢個元素擺翻入嚟我哋嘅生活當中。我覺得南區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景點，今次亦都揀咗幾個我覺得有特色嘅地方，包括鴨脷洲啊、一啲沙灘啊、淺水灣啊、赤柱啊，因為我覺得佢哋嘅 feature 已經好唔同啦，背後嘅故事亦都會有好多。我都想用一個創作故事嘅形式去到聯繫呢一啲點，呢一個係有少少似 treasure hunt 或者尋寶咁樣嘅玩法，其實都有少少嚟自我細個嘅時候搭巴士個經歷。每一日咧我都會喺南區搭巴士返學嘅，所以今次呢個 treasure hunt 咧，我會有巴士站嘅概念，等大家穿梭佢嘅時候，用巴士嘅感覺慢慢 explore 唔同嘅地方，串聯呢個故事。喺呢一個過程，你會感受到南區離開城市嘅感覺，等大家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好似 treasure hunt 咁樣啦，去到揾到呢一個地方嘅特色，令到佢更加 enjoy 南區咯。